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咱教会的周年庆，108岁的生日。咱用欢喜的心来感谢上帝的恩典。但是咱有若爱思考一件事这人生日的时阵毋是简单伫迄个快乐、欢喜的中间，更较重要的就是爱感谢上帝赏赐咱生命，爱将这种感恩化作行动。思想生命的意义，活出更较美好、荣耀上帝的生命。教会嘛是相共，咱毋是简单应该爱快乐、庆生，嘛爱常常去思考上帝的心意，互相连教会当对着咱年岁的增加，更较成熟，更较会当荣光上帝。所以牧师要搁一遍甲大家做伙来思考，咱教会应该爱做什么款的准备，成做一间上帝所欢喜，会当荣耀上帝教会。要透过今仔日的经文，甲大家做伙来分享。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常常透过你的话来提醒阮、警醒阮，互阮会当了解你的心意。主啊，这是阮要恭敬来迎接你的话，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有智慧，会当真实明白你的话，也会当照安尼去行，互你的名得到荣耀。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先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今仔经文中间描写一个丧乡的人凄惨的人。伊是生出来脚就有问题，所以每一天，互人行到圣殿的一个叫做美门的门口，伫遐做乞食，靠着每一天进出圣殿的人的施舍来过日子。为什么这个人会去用行去圣殿的门口？这个美门的门口咱先来看美门。这个所在到底是什么款的所在？当然这是圣殿的一个模型但是美门是什么所在？其实学者有真侪无同款的讲法但是大多数的学者拢认为讲这美门可能是要进入这个圣殿有仁人院的这个所在伊就是咱来看这个圣殿的图较即大家咧看即个大家倒边的即个所在，迄个叫做所罗门廊所以伊大概是挖即所罗门廊边仔的即个门叫做美门。伊为虾米会去用行到即个所在来做乞食其实有两个真重要的原因因为即个人伊无法度行动因为伊脚有问题，所以伊就是无法度工作。当时阵一个无法度工作的人，只会当靠别人来养饲，互伊来做乞食，所得到的收入会当减少伊厝内底人的一寡负担，所以伊来做乞食做乞食上介好的所在，当然是圣殿外面因为圣殿门口是一个当得到真济真好的地点，因为咱人若去到圣殿要敬拜上帝的时阵。通常会去想到家己的软弱，会去想到别人的需要，所以伊就去用放伫这美门的门口遮，来每一天来做乞食，来靠别人的施舍来过日子。伫当时阵，敬虔的犹太人有3个祈祷的时间，这3个祈祷的时间分别是早起是9点，中昼12点，下晡3点。当然，犹太人伊认为讲，伫任何所在，这3个时刻拢爱祈祷。但是如果若会当去圣殿祈祷，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所在。祈祷的时间就是献祭了，趁迄个祭米抑阁有烟唱起顶面的时阵犹太人认为讲，这个时阵是圣殿祈祷上介好。咱的祈祷，会当食着即个祭米的烟即烟安尼做伙去到上帝遐所以因爱去到圣殿，伫即个时阵祈祷
圣经记载讲，彼得甲约翰伫即天下晡3点去到圣殿，因拄着即个逐工被人押到圣殿美门口的即个摆卡的人。咱来理解嚟讲，下晡3点，这是最后一遍祈祷的时间，所以这嘛是即个施舍的人，这乞者上尾一遍当向人施舍的时间，所以伊看见着有人入来，伊就赶紧向因来求讨。彼得甲约翰因看到即个乞者，因徛踮伫即个乞者的面头前，目睭注神看伊。然后彼得来讲叫即个乞者嘛爱看伊，即个乞者就期待讲，即两个准备要进入圣殿的人，会当赏伊一寡物件。无想到其中，彼得对伊讲讲金甲银我拢无，但是我要互你我所有的。然后伊就奉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来命令伊徛起来。然后扶伊徛起来，即个出世就无法度行路的人，一世人拢无行路的人，就徛起来，伊的骹骨就勇行起来，甚至会当跳起来，开始行路。所以就对人行入去圣殿，这可能是伊第一遍进入圣殿内底去敬拜上帝。然后伊就一边行一边跳来学了上帝。众人看起着即个平素就是伫即个美门口咧乞食的人，伊的骹就是有问题，今日竟然会当甲因做伙去敬拜上帝，所以大家对即个发生的代志，拢感觉真奇异。这是初代教会第一个借着关怀所行出来的信念，咱要透过这信念来思考教会的功能。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荣耀上帝教会的4个特性，这也是我为上人教会的4个祈祷。牧师希望讲，咱做伙来为教会祈祷，互咱教会真正会让真做荣耀上帝的教会。第一个，咱看见着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是充满渴慕敬拜上帝的教会。咱首先来看西门彼得，因伫固定的时间去到圣殿中间去敬拜上帝，甚至咱若看《使徒行传》，因逐工拢有祈祷会。初代教会的信徒是对上帝有充满敬虔、渴慕的心，这是初代教会会当确定的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对因常常敬拜上帝，常常用祈祷会。常常到圣殿，充满敬虔的去敬拜上帝。一个应跟上帝的教会，就是爱充满敬虔、渴慕的心，对上帝的献身啊！这是牧师为着上人教会第一个祈祷，就是希望上帝让赐落渴慕的心，互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上帝设立咱教会的目的之一，就是互咱这软弱的人有一个群体。会当帮助咱来做伙追求属灵的代志，所以教会必须要营造一个属灵的环境。但是咱真知啦，真可惜的就是，实际上咱看见着真侪教会拢被世俗所影响，将世俗的思想甲做法带到教会来。今年的培灵会咱的主题是战胜世俗的影响，就是伫3月20，咱要举办一个培灵会，全教会培灵会。咱有邀请到台南新堂医院院长吴长明牧师，要甲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战胜世俗的影响。就是伊要帮助咱去反省，讲世俗的思想被带到教会来。咱教会应该要有一个属灵的环境，用属灵的代志去面对咱所拄着的各项代志。但是，咱爱思想讲，咱教真正受到世俗的影响，所以咱来去反省咱教安尼。教会需要提供属灵的粮食来养起信徒，互咱有一个属灵的氛围顶面去
较无敬拜上帝。所以牧师爱真正严肃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咱教会真重要，就是咱的礼拜，以及咱教会所推动的查经班，吼。咱后一期的查经班就是第3阶段的查经班，佮要开始，吼。伫3月16，吼，即礼拜开始，啊，比如讲后礼拜咱就要开始咱的查经班。牧师真正期待讲，咱让真重视即款的组织，咱做伙来研读上帝话，思想上帝话。啊，牧师真正期待大家通用敬虔的心去面对上帝，用较无的心去追求信仰，因为这是互咱真正得到福气，互教会会当勇壮起来，互上帝当得到荣耀，而且真重要的因素。所以咱做伙来追求，求上帝互咱有较无的心来亲近伊。第二项，咱要来思考就是讲，咱看见着一间荣耀上帝教会，就是充满疼心，会当关怀弱势的教会。咱看到即个歹骹的人，伊被带到即个所在，互伊会当靠家己的乞食来维持伊的生活。而且有真侪敬虔的信徒经过伊的时阵，拢互伊帮赞，大家充满怜悯。这是牧师为着教会第二个祈祷，期待大家拢会当充满疼心，会当关怀需要关心的人，需要关心的代志，需要关心的物件。其实咱拢理解讲，上帝赏赐咱人有正义感，有疼心。大家对着迄个无正义，也是讲无公平的代志，大家拢有正义感嘛，比如讲，其实咱来看，咱的社会其实嘛是真可爱，比如讲，我问你一个问题，恁最近有食过往来？咱台湾人真特别嘛，咱听见着咱对面迄国要咱禁止往来进口，咱大家就团结起来，因为咱大家拢有正义感，这是上帝互咱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咱嘛爱理解，上帝设立教会，就是要互咱伫这教会生活中间彼此相疼。但是咱爱理解关怀是需要有智慧、有方法。咱看见着正人帮助这个歹脚的人已经真久的时间，但这个人伊嘛是逐工被押到这个美门的门口口。然后结束了，佫向押转去。第二天佫来，伊改成会当得到暂时的帮助，但是伊生命无真正的改变。这好心的人，只是互伊金钱上的救助，改成无法度互伊生命的改变。这嘛是今仔日真侪教会拄着的困难。有时阵咱充满疼心，互一寡人帮助，互一寡人救助。但是教会长期以来看起来，那改成亲像真好、真良善的举动，无为着这个受帮助的人带来真实大的改变。所以，咱来对彼得所做的来思考，教会咧进行疼心的活动的几个重点。咱看彼得安怎来改变这个现实。首先，第一项，彼得是关注对方真正的需要。圣经中间讲，伊看见彼得甲约翰要进入圣殿的时阵，就要求因会当来施舍，叫彼得甲约翰因着自行看伊，然后彼得对伊讲：你看阮，因着是互相对看，这人毋茫会当对因得到啥物货？这互咱一个提醒，就是讲，咱要关怀帮助一个需要的人。首先就是爱关注这个人真正的需要，咱需要真正去自行去看这个人。有的人需要暂时性金钱的协助，有的人需要食物、需要衫、需要暂时的接待，有的人需要心灵上的关心甲及时的安慰。咱针对因的需要，用智慧来帮助因，这是咱第一步会当做的。但是安尼做永远无够。第二项，咱看见着彼得都抓到这个机会，
对伊讲一句话，伊讲金甲银我拢无，但是我要互你我所有的，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咱来注意这段对话啦，哈。彼得讲金甲银我拢无，其实咱会当猜想，彼得要入去圣殿，可能伊会奉献，可能身躯应该会砸一寡钱，但是又为什么对伊讲金甲银我拢无？其实伊有看出这人真正的需要，毋是一寡金钱的帮衬尔。彼得来讲，你真正的需要，毋是金钱。你上界大的需要是爱经历上帝的大权能，你需要靠我耶稣基督的能力，需要圣神所带来的信念。接续彼得伫这个时阵，适时掠掉福音的中心信息。伊讲：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而且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伊，然后对伊宣告：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会当拯救伊生命的救伊生命的救世主。这就是福音信息的中心。伊来讲，只有耶稣基督会当满足你真正的需要。如果你认耶稣是基督，你的生命会完全改变。亲爱的兄弟姊妹，如果咱的帮衬只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就是满足对方的需要。伊家己认为伊的需要，安尼这人可能会非常感谢你，非常感谢咱上人教会，但是伊袂感谢上帝。关怀别人上较有意义的代志，就是将人带到上帝面前，互上帝成做伊真正的帮衬。咱有机会去协助别人、关心别人，毋是要满足咱家己的虚荣心，就是交更较侪朋友。咱互相关怀有一个真重要的重点，就是爱将人带到上帝面前。咱个安怎有疼心、有怜悯的心？咱毋是上帝，咱无法度关心伊的一切。将人带到上帝面前，是帮助因上介好的方式。所以，咱爱将耶稣介绍给因，爱教示因得到拯救的方法。咱爱对因讲出福音真理的中心，互伊明白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然后咱看见着彼得对伊讲：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这是一个充满大能的服侍，是一个带来改变的基督。亲爱的兄弟姊妹，彼得甲你我拢相共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伫圣神的帮衬下面，上帝借着伊行新约基事。彼得大胆为伊做服侍的基督，运用耶稣基督予伊的权柄，成就这件新约基事。可能有人会认为讲今仔日咱替人祈祷，不一定会当马上得到改变。但是牧师要强调，毋是医治的权能，是教会应该互人去经历上帝恩典。毋单单是肉体被上帝医治的信仰，上界大的信仰是这人去体验到对上帝来的疼，对上帝来的恩典，这人的生命完全改变。上帝伫无共款的时代，会用无共款的方式去帮助咱去体验伊。为让咱替祈祷伊身体好起来，伊可能嘛无一定会认捌上帝。但是咱爱互伊得到上帝真大的恩典，成做伊生命大的祝福。咱的教会目前伫中国教会顶面，应该让算做一间大型的教会。牧师期待咱会当做较济。咱的教会有设立一个教会甲社会委员会。我知影这个委员会最近嘛咧思想讲，伫咧关怀别人咧帮助别人的过程中间，安怎将福音甲这人分享？所以这是咱应该爱继续来做的。咱教会有设立无共款的机构，去服务无共款的人。在服务的过程中间，咱最近嘛有真侪所在咧
咱的这委员会的主委甲所有的委员拢咧思考，咱安怎借着咱的服务，互人会当真正去明白上帝要所带来更较宝贵的恩典，这是咱应该爱做的。第三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即应邀上帝教会是应该爱充满喜乐、喜乐宣扬的教会。这是牧师为教会做的第三个祈祷。希望咱的教会是一个充满喜乐，会当用喜乐的生命来宣扬的一间教会。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讲，这生来袂通行路的人，伊就徛起来，伊就跳起来。开始行路，然后甲因做伙进入圣殿，一边行一边跳，来学乐上帝。大家看见伊学乐，拢认出伊就是坐伫圣殿面门口求讨的迄个乞食，就对所发生的代志，大家感觉真惊奇，大家感觉哇，竟然上帝当行遮尔大的神了。这人的生命被上帝改变了，伊的全人就改变。伊原本的可能是充满怨叹，为什么伊生落来就安尼？但是这个时阵，喜乐已经取代迄款的怨叹。伊要将上帝伫生命中间所彰显的力量分享出来。其他的人也因为伊的改变，感受到上帝的能力甲恩典。伊毋是简单领受恩典，伊将这款的恩典分享出去。亲爱兄弟姊妹，其实咱伫教会中间，咱常常会当去领受到上帝透过别人所带予咱的恩典。对上帝上界大的喜乐，就是咱生命真实的改变。互教会真正才做合上帝心意，会当照上帝计划去行的教会。互教会会当用每一个人的生命来为上帝做见证。这是咱应该爱学习的，互咱的教会会当时常充满大恩典，用咱生命的见证来做喜乐的宣扬。咱教会所推动的事工中间有一个就是中保大道事工咱若有机会会当去咱这个门出去了，遐有一个公报栏遐顶面拢有写真侪感谢，就是讲透过这中保大道者替大家祈祷，祈祷了上帝安怎成就这个代志真侪人拢写感谢的话放伫遮，咧学乐上帝。咱通去遐看，我甲讲上帝真正伫咱的教会有真大的恩典，咱安怎用咱生命的改变来为伊做见证。最后，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这应邀上帝教会，就是一个充满信心。大家当同心合意的一个教会，咱若继续看来对第三章一直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落尾，咱就看见到初代教会信徒虽然拄着真大的困难，但是因就是伫充满对上帝的信心内底，大家安怎同心合意去见证。虽然拄着遮尔一个迫害甲困难，福音犹原借着因的见证不断传出去。这是牧师为着咱教会的第四个祈祷，期待上帝帮助咱，想使咱有信心，对上帝充满信心，然后咱会通全体同心合意来完成上帝所交代的咱的使命。亲爱兄弟姊妹，其实牧师伫这个时刻充满了期待期待咱的教会，嘛会当亲像初代教会同款，安怎加做迄个时代的祝福。我相信双连教会也会当加做咱这个时代伫台湾这个所在，一个真大的祝福。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特别为着双连教会来祈祷，恳求你赐福互双连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阮伫教会中间彼此相听，互相学习，来追求你的心意。透过阮生命的见证，
透过阮对你的信心，透过阮同心合一，推动各项事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万民得到祝福。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